線湖景小區而家首期只需要3萬蚊，月供3000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89平方嘅精裝3房2衛嘅戶型啊！而且開發商而家買樓咧，仲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，見到嘅咧都係全贈送嘅嚇。嗱，家電大禮包啊，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啊！帶大家去睇下我哋嘅戶型格局啦嚇。嗱，廚房咧全部都做好晒俾大家啦，包括冰箱啊呢啲啊都全贈送嘅嚇，消毒櫃啊呢啲嘅嚇。而且小區個配套咧已經好成熟噶啦嚇，大型嘅社區樓下嘅商議咧已經好旺，衣食住行6樓就可以解決噶啦嚇。有意址嘅巴士可以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嘅，20分鐘可以翻到港珠澳噶啦。同埋咧，我哋而家咧買樓送全屋家私家電，性價比咧相當高啊！每個月一個銷冠嘅項目嚟嘅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幫我過嚟實地睇樓啦〜